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雅明谷刘浩明。我哋今日也小介一啲按到东哥慢食里，也为一啲旅行嘅品牌。东哥其实喺讲嘅我哋嘅东哥向舊期，因為舊期哦，伊唔單止風景貴講，同時伊話有客家啦、河洛啦，還有我哋人出名。我哋今日來賓喺高雄市東高雄觀光產業聯盟嘅總幹事，我哋劉小姐來到嚟現場。而家同我哋講，當初做乜我去攀也為旅行嘅品牌，同時應用去經營，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小姐來到嚟現場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閩南嘅劉小姐。小姐，我想問一下，聽下人哋小姐也為東哥慢食里吼，也為品牌以前，我想問一下講。當初唔多，做乜我想我來參加也為東哥慢食里也為聯盟，以前係做乜嘅呀？當初呢，閩南破事後會嘅古老師哈，伊介紹我入來，伊講研究天路方面嘅天數啦，我本身就這個開天路公司。你以前開天路公司誒？不是你以前沒開旅行社誒？沒。咁你當初喺開天路公司係用個？你太好時間都拖天路公司哈，執行呢哈，還是講很用嘅一種語言咯？我轉就拖天子口啦，天子口執行類嘅，係退伍後就自家創業，就自家開天路公司。哦，嗰時候幾時間開天路公司？屯建交嗰種茶櫃度呢？幾時間你開天路公司，怎麼睇下來故事上會很來聽數咯？當初呢，我有幫古老師做一個美容悠遊網，我本身就退伍後就自家開天路公司，做一下，我頭擺咯，就做內容，又做網站啊，又做數位平台，古老師有看到請我來加上天數一下，你這個問一下，因為其實你這個嘛係算執行的嘛，好做執行處理啦，同時來做平台。你這個因為講其實做一啲好嘅旅遊嘅平台，哈，其實伊最應該伊可能最重要嘅基點係乜嘅？最重要嘅基點，伊咧驗資料嘅時呢，天驗資料，有人來看，吸引人來看，天上嘅就係驗迄個平台嘅圖片、畫面，我用嘅朋友帶入來，我用嘅去做一條行銷安尼。平台係一回事，但是平台內容，那係一回事。咁這個問題係講，你這個本身係做資訊處理，講我哋講後台嘅人啦，我哋下程式嘅人啦，變成前面要處理一條事情嘅時間，我感覺到其實同以前學嘅其實完全冇共樣。冇相同，因為一條內容同藝人寫程式就冇相同。內容最重要，因為內容因為人家來看你主人啦。係啊。嗰時候你這個其實內容嘅部分，你其實係搶，你應該搶工作人員去處理係咪？內容部分因為長期都要同一條政府單位合作，所以要團員拿資料，再來就一條社團裏面有資料，團員拿一條資料。對，大家同樣內容變充實一點。嗰時以前有做嗰種旅遊平台嘅經驗以後，而家就接埋啊東哥慢食里，也為一個算是一個旅行嘅一個品牌啦，旅行品牌。因為平台係平台，品牌係品牌。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，小解下講，東哥鄉那有係哪9期啊？東哥鄉有9期有兩個河洛期，就係內門同旗山，有4個客家期，就閩南、六龜、省南同就南個縣啊，南個縣、甲縣，有3個原住民，一個那瑪夏，一個桃園，一個茂林。咁以前啊，我哋從頭都講都奇米啊，旗山閩南啊，我哋都想我哋個當初我想8個9期，其實都想唔同我講嘅呀。又有河洛客人原住民，以前我哋嘅操作方法，如果河洛客人，原住民，但係我想把一9期全部聯合起來變成一個東哥慢食里嘅一個品牌。我希望團一條多元嘅文化跟多元嘅物產來介紹俾一條遊客。天咧，天嘢咯，像閩南、像客家來講，一隻人過少一些，
东西无安多，吼啊，所以古无去吸引人来遐了，啊，所以俺就想讲，对遐旧气串起来吼，因为有客家有河洛有原住民吼，安尼过多人愿意来遐来了，安尼话其实讲好了嘛冇唔错啦吼，因为讲唔知个平常人哋出去了时阵，啊讲今日全部啲客庄了，有时了难对无吼？可是假如讲今日我早上可能睇伊啲客庄，下注意就去伊啲原住民的部落，哦，我感觉到今日嘅音乐我就老有两种，安尼物超所值用嘅。但是佢喺对有我哋讲吹了人嘅你常讲嘅啦。咁唔係把伊連腔下，還是講有三個主題係獨立嘅咯？有三個主題做連腔下，好啊，用所以俺東高慢食旅就會用食物來串聯在一起，因為也有多樣嘅食物，好啊有多樣嘅物產，好所以東高慢食嘅精神就係同一條食嘅東西，因為大家要弄食咪好，出來了弄嘅食，所以用一食嘅東西同大家。搞嘅腿穿嘅一條，嗰個東高慢食旅哈，東高慢食旅，係個慢慢的去食的意思咪咯？慢慢的去食的一個旅行啦。慢食係咧素食嘅反轉意啦，也提意大利開始推廣所以慢食呢主要有三個主題，一個就係在地物產，一個係咧傳統嘅料理，一個係咧友善的環境，所以就慢食旅，伊希望帶俾大家一個慢城一個想法，所以我哋推動也就希望大家去東高雄慢慢的了，慢慢的食，來欣賞人東高雄的風景同人文。其實也都我哋其實也算是最近旅行嘅一種我哋講旅行嘅方式。好，但唔講譬如講我哋西東我哋屏東意思，幫我法國料理啊、德國料理，結果都唔係我哋在地料理嘛。我希望講我哋西東我哋咧東高雄嘅時候，佢真係在地不散，好用傳統嘅料理嘅手法來做，然後同時也係對我哋環境係友善嘅。咁其實頭都有講到嘛，嚇東高雄有舊氣嚇，你咪同我廣東朋友睇到手機係講一舊氣嚇有乜個特色好冇？像岐山來講，大家就最出名嘅就龍舟。亦都客人啦，嗰時小街時先講岐米啦。岐山係。美濃來講，美濃就幾多東西啦。美濃就像一下有白玉蘿蔔，再來就有陳米番茄，美濃嘅米，美濃嘅紫菜，美濃嘅飯美濃嘅豬腳，一條，包括我今日帶來美濃嘅。雅蓮咧，也掉攏喺最美濃嘅鐵山。其實咧用就美濃嘅鐵好鐵山，好加其嘅嗱女門咯。女門就用嘅鐵山，一個咧按到宋江鎮，一個按到中破西，大家冇識嗰個目的吼，屏東係唔女門係咧台灣火鶴花。出口最多嘅地方。係吼，因為大部分人嚟講啊，內門宋江鎮、內門中破山，唔知也係火鶴花最多嘅地方。也係火鶴花出口最多嘅。另外啲好羅旗咯。就內門嘛，六旗山再來我講六桂六桂就幾多，六桂像六桂嘅帆船，六桂嘅蓮霧，再來。六桂最有名嘅就溫泉，還有一條廟，個廟嗰度係冇唔錯。我哋講南澳縣最有名嘅物產就係我哋咧腐乳，以前嘅腐乳做過，腐乳藝術品，再來就係我哋咧富家嘅，甲縣就大家啲就五嘅餅，五板，再來就。竹筍咧，還有酸梅，也就喺甲縣嘅物產，再來唔係那瑪夏來講吼，那瑪夏最有名嘅就螢火蟲，事實上那瑪夏以最大物產係咧竹筍咧，而甲縣嘅竹筍係對嘛那瑪夏出來嘅，再來桃園，大家講唔掂，
啊，桃园最有名系嘛咯，爱玉哦，嘿，安尼桃园最有名的，好，因为伊个嗰度嗰度爱玉，吼，啊再来茂林吼，茂林就嗰度有产的啦，吼，茂林像最近咧发展的红梨，好，红梨最有名，好，啊再来，茂林咪有咖啡。好啊，也有点很多伊山木咖啡，还能世界杯测冠军。嘿嘿嘿，啊再来，茂林面还有爱玉，好，也都山区拢有爱玉，嘿。其实咱来讲迄个吼，我如果想到讲，假如要用伊的慢色做主题的伊个旅行的话吼，我都已经想到讲啊，个中破塞适合以后，我的路易是蚵仔冰吼，然后又有后了又有咖啡。好，又有爱玉，好，其实对于你看到讲，真的从头到尾都唔讲这么多东西。系啊系啊，系啊，啊一条活山吼，拢系载体的哦，唔系攞過來嘅。系啊系啊。觀眾朋友，唐多人係咪感覺到講哦，呀東哥用舊氣啊，色彩色路色唔係老路老唔係咯，休息下喎，等下我哋埋嗰度嗰陣再仔細咯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上個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小客，同人哋小客講，其實高雄嘅冬期嘅舊期啊，有乜個地方好料嘅？我想問一下，因為頭先我哋上一段節目後有講到東哥慢食里，也係伊個旅行嘅平台嘛，啊問這個嘛小客到，其實東高雄舊期嘅冇叫我特色，但是我想到講，嗰個平台冇唔錯，嚇，但是我按樣去參加一個平台。去年嘅派發通嘅時節就同他嘅業務吼，來大家來報名，好啊，報名迄個咧，我先看你有適合冇，啊有適合嘅你就開始來做評鑑，好啊評鑑咧，我就邀請梁主先生去推做評鑑，好啊評鑑嘅內容啊太有實嘅啦吼，我哋有四大面向，第一大面向咧就係也食材友善度，吼，就係用在地物產嘛，好啊，第二呢就係文化連結性，好就用在地嘅烹煮嘅方式，有高在地文化連結嘛，好啊，第三個就係也價錢又公平嘛，好又特高還特大，好啊，再來就係也服務好嘛，也服務好嘅話，安尼你就做得變成人哋認真嘅店家。都產業。在地文化，然後有服務價錢，好，其實香港人一般去出意料嘅人啊，吼，會注意到啦，吼，服務價錢嘛，嗰種有也要點講，又有在地嘅用在地嘅物產，同時又有在地嘅文化伊嘅提升嘅話，啊，當然也係我哋去伊個地方去了解當地最好嘅一個點嘅，但是問題係唔同於嗰個，你去嘅時節又愛評選，啊評選嘅標準係用亞視嘅標準，個。一標準會改過冇？標準唔會改過，安尼主要吼，邀請大家共下來參與啦吼，安尼一個品牌用做嘅態，冇唔錯。好啊，佢咧，安尼想要同一品牌做態來，聽嘢就講，安尼推動安尼出家高雄嘅一個品牌，一個文化，一類用嘢文化咧來同大家有呢來是啊聊啊。安尼讓我生意讓我起來。咁安尼我有個問題就講，咁家仲話講，我係買辦嘅店啊，美濃買辦嘅店，你個美濃中正路上一櫃辦店嘛，啊人家平台人家品牌做出來以後，我講我係買辦嘅店，我係假嘢。做得啦，做得假嘢來，因為辦嘅就係人在地嘅品牌。在地嘅品牌，好，在地嘅物產，在地嘅物產，價錢差唔多亂嘅，反正個條價後多時候佢個人價錢亂。就服務過後些。安尼就做變成人認證店家誒。好，嗰個其實我唔是講變化用嘅去參加，咱可以去評價。唔是，因為人哋有咧要求就講有咧傳統嘅料理吼。傳統料理唔做得變化，唔係做得用最傳統嘅料理，同人講唔做乜安尼煮，安尼煮嘅目的起來誒。係所以讓人哋嘛係對人哋原來嘅文化有啲認同。
要譬如我想问一下，譬如讲我哋常常會看到我哋咧旅行嘅書地方，有啲講譬如講某個一成兩成嘅啦，嚇，冇得講某個慢行啦。伊哋小街如果講，其實伊哋如果小街講一起地方有某個有名嘅店嘅，有名店可能有啲喺咖啡店。有的迄個外國的食品的店誒，吼，無如吼，比如日本料理啦、意大利料理，佮也都其實，當初怎麼唔行一條安尼路呢？怎麼行用也要點解係用傳統的一種書法，用菜地的色彩，還有菜地的文化，怎麼能夠按強調菜地的也重要性？因為菜地的就係用原來人哋味濃啊，人氣味，也中國上也產的物產。來做一道食材來俾大家食，來做一道料理來俾大家食。安尼因為有人在地嘅特色，再來就講，除了人在地嘅特色以外，就人原來嘅料理嘅方式，像人哋頭都有介紹內門最有名嘅中破菜，伊也料理嘅方式就幾多，伊嘛有也輸入，所以。伊嘛有也特色，人就希望從在地嘅特色本老闆人哋來也料，來也食東西，也係咧幾好料、幾好食嘅地方。因為感覺到講唔得，安尼伊喺平台地方特別去強調我哋嘅菜地嘅部分。其實如果感覺到講，其實你係個注重環保、個注重碳足跡嘅一個平台。因為你用在地嘅原料嘅時間，也要碳足跡都最少。但是你其實你用在地嘅原料、用在地嘅木材、用在地嘅最傳統嘅做法，你還是可以做出一個幾好嘅、幾好嘅料理。嘛做得吸引人來也料嘅目的。你哋講今日去來到也叫期，唔好講話去台北用，伊睇一片食到某個日本料理、法國料理，其實佢台北食得咁樣，睇一片都食到在地最精緻嘅一個食品。係啊。像我哋現場有看到嗰種我哋講熟胖啦，吐司啦，還有嗰種嘅蔥麵包，那邊同我哋小街也係某個產品哦。也係咧，人米濃蛋糕糖嘅也吐司同也麵包也麵包看來就用蔥麵包。係嗰種蔥麵包啦，我覺得蔥麵包是冇提神哦。也牙鏈嘅，上蛋糕係牙鏈嘅，唔係蔥哦。米濃嘅牙鏈。所以就用米濃嘅牙鏈嘅來做麵包，來俾大家食。就也口感同老闆蔥麵包完全冇相同，香味口感甜味都冇相同。也都其實因為蔥麵包，你真係本來上到講討講嘅傳統嘅方法，其實蔥麵包如算是我哋講，其實台灣最特別的一個麵包嘅啦，如果其實全部幾乎每一個去學麵包嘅人，一聽我學到也係蔥麵包，但是伊又用到我哋米濃在地嘅牙鏈、水鏈，伊把上面的蔥變成牙鏈，就變成一個。佢傳統嘅書法，但是用菜地嘅一個特色，有連接到菜地嘅米濃嘅牙鏈文化嘅一個食品嘅。嗰陣其實有嘢我哋真係都感覺到頭都我哋咧小客講嘅，一條做怎麼我哋講中國慢食力，也要強調嘅部分。三個小胖咯。三個小胖伊咧係咧買牙鏈嘅。也係牙鏈嗰個咧蟲嘅咧。伊咧係咧南瓜。伊咧係咧玫瑰。所以伊攏用在地嘅食材天然嘅物產來做一條麵包，冇太多添加物。所以也種人在強調嘅東高慢食嘅精神。雅良係啲啦，金瓜係啲啦，玫瑰是樣咯。玫瑰係咧屏東嘅玫瑰。我哋咧屏東有一啲叫伊嘅太華玫瑰，而家專門做食用嘅玫瑰啊。所以就用在地嘅物產啦。其實叫伊同基本嘛冇一樣。咁嗰邊嘅檸檬咯。檸檬也係咧，因為米農嘅農夫生活提供嘅啦伊就囤檸檬做加工將佢泡茶、製素，嘛做得做泡係咧。嗰時我等於講，其實唔單講嘅東西講，唔單止係食的啦，等於在地用在地嘅物產。用最田園，無論用最傳統嘅方法做出來的製品，
都可以，哈，比如讲，好吃的东西，哈，比如讲，柠檬去洗澡，柠檬去泡茶嘛，泡茶。但是伊做出来嘅算是洗身啊，无都洗漱的，嘛算係一種農業產品。係啊，也就人哋愛從菜貼從嘢嚟推動起來，那本業產品做人多買一些，人家做人來也了，做得買一條產品。係冇唔錯，咁安尼係啲嘅。吃的東西以外，用的東西以外，哈，咁我哋想講，其實幾多嘅地方嘛有安尼一種有產，譬如講，嗰種去美林嘅範疇，有講到咖啡啦、愛玉啦，哈，咁像咖啡我哋點樣用嘅是，愛玉呢，你現場用本人身咯。唔像愛玉嘅話，哈，像綠桂麻油，伊就本人做 DIY。哦，用 DIY，做 DIY， 做愛玉，啊，洗愛玉洗好嘅哈，有同介紹幾個環境，介紹好嘅。愛玉差唔多半兩鐘後，伊就硬起來嘅，硬起來就做鮮色嘅，所以伊用也就生態導覽嘅方式，本人了解幾個環境，然後本人看到也就食物嘅原型，其實嗰種嘢我講啊，全世界呢，台灣有愛玉，其實一地方唔多錯啦。其實全世界幾多地方，譬如講中國嘛有愛玉樹，但是因為台灣有一種西風嘅。咱可以轉過去嘅愛玉嘅扛嘅講嚟講嘅果實底部去授粉，好，嗰是台灣嘅愛玉嘅結果，但是其他嘅國家愛玉冇辦法結果。啊，其實當初中國有頭把我哋台灣嘅西風嘅嚇，但係中國結果都死嘅。因為愛玉嘅西風嘅嚇，佢講農業，所以冇農業一樣有辦法生存，所以也係呢一種生態嘅。一種生態嘅。係，嗰時等於講，其實我哋從頭講，其實我哋以前從頭識到愛玉，冇想到伊其實係台灣一個幾特別的一個產物。嗰時頭講，哦，原來一堆洗愛玉，可是因為我哋蠻少洗過，米白就是派，然後人家都講啊，因為人家白得有油啦，你洗唔開來嘛，你唔會結塊。嗰時講去到美林啊，嚇，去到桃園嗰個地方，你可以去親自去洗愛玉，你可以提供一個愛玉其實係一種。算是生態指標啦，好，因為愛冇農藥，好，給愛玉嘅小蜂，咱可以因為授粉嘛，嘛同時嘛會提供也係生態嘅幾重要。嗰時其實等於講我哋桃園區啦、美林啦、吼那瑪夏嘅區，其實佢適合做生態旅遊呢。係啊，所以像那瑪夏伊嘅生態旅遊就最有名嘅就螢火蟲啊，螢火蟲咩相同啊？用農藥螢火蟲咩唔會，佢水唔清，伊嘛冇辦法，係啊。所以桃園然後那瑪夏茂林然後嘛歸適合啦。啊茂林還有咧最有名嘅，就係我哋紫斑蝶。哦，佢嘛係個生態指標。佢嘛係個生態指標。係因為唔清嘅地方，伊嘛冇去。係啊。嗰個等於講，你講其實我哋一原住民嘅山區地帶，等於如果係我哋嗰田園嘅一個飼養高石。係啊。好，嗰陣嘛利用下嘅一個算是嗰特別的一個環境地步，以發展把我哋嘅東哥慢食里啊變成無共用嘅一種主題嘅呈現。係啊。咁像入去什麼主題吧？有乜嘅介紹講？譬如講我哋今日我哋來聊嘅嘢，我用個行。我用個行吼，嚟先介紹一條。對岐山先來講吼，去到個岐山吼，到個岐山老街去買呀。去逛老街吼，去食下東西，吼，食起來咧，人對人嘅先去，吼，人嘅先咧，唔做得去看下葫蘆，吼，去搭伊嘅行咧，吼，那最後我們人都甲線，吼，甲線食烏嘅本，食甲線嘅烏板，吼，後本唔做得兩條啦，吼，一條做得去那瑪夏，吼，去看下自然風景。好，另外一條呢，我就去波來，去波來泡溫泉，一條路線呢，你做搞一整日冇問題。觀眾朋友，唐導演你會發現到講，其實一條路線啊，唔單止可以去老料，同時又可以吃到幾好吃的東西。最慢的時間，你看嗰種喺外地呢，泰國泰國嘅話，你可以泡溫泉；有帶生意嘅話，你可以去我哋山林地部有幾好刺眼嘅高石。休息下我哋喺我哋埋嗰度，我重要資訊哦。
反过来复起来，所以那节目我们东高雄观光产业联盟呢，刘小姐总干事，可能小姐一条，好可以去聊的地方，一定要马上要同人介绍，听一条哦。来，小姐听一条喺哪？咱对美浓来出发吼，咱美浓咧，我们做得去美浓的文物馆啊，吼啊总政府啦，吼，好啊，再来我们就往六龟行，吼，六龟行咧，六龟咧有几下条最有名的庙吼，像我们咧地院寺，好，我们咧六龟大佛，好，妙重寺，好，也庙行起来咧，我们就做得同茂林，做得去茂林，好，六龟茂林就隔壁的，好啊，茂林咧，我们去以后咧，有伊个小长城，好啊，有老鹰谷做一群老鹰，好啊，再来去到多纳吼，啊多纳咧有咧最有世界知名的咖啡，伊山木咖啡，吼，啊也包括伊个底部有爱玉啦，吼，还有咧原住民的料理，吼，安尼马芝餐厅，吼，也拢，俺东高曼斯也认证店家，嘿嘿。等于讲，呀，一开始是一团心灵之旅，宗教之旅啦，哈，各种那祈求心灵的平安，这种东西是前一团，还有不可以看得到妖婆？有，嘿，俺茂林的老鹰谷也嗰度妖婆，嘿，佢平常路嗰度妖婆，我睇佢看，因为其实对其他新人来讲的话，你可能冇机会看到妖婆。係啊係啊。係啊，嗰時其實東高雄嘅一啲旅行行程，其實係偏向自然，好偏向算是行業太自然啊，行業鄉間嘅一啲路行程，吼，唔係講真係講啊，你去那個老街逛街啦，玩啦有啲乜嘢東西，吼，因為其實其他嗰度地方，如果去啲嗰種唔係路街啦，名下都路街，但是地方買嘅東西其實都唔係路街嘅東西，然後其實一路行咯，其實都各種嘅老料嘅行程，但是看我哋一個東高雄嘅一啲路線來講嘅話，其實還是偏田園嘅部分嗰度嚟講。係，因為東高雄吼，伊係咧規個高雄嘅70%土地，所以伊嗰度田園嘅資源攏佇遐嘅。吼，像咱頭講到嘅茂林嘅紫斑蝶啊，也全世界最靚嘅地方有嘅。吼啊，唔像茂林除了紫斑蝶，吼，伊嘅溫泉維護嘅，係也再來就維護嘅，吼啊再來。我們再去像桃園，桃園伊啊南橫吼，嘛，迄今年嘅颱風冇來，伊年代就統嘅啦。啊，伊統嘅吼，都推動也團這邊鬧係。你講到南橫啊，但是我感覺到，因為南橫後來有人講鳳山那個橋嘛，吼。因為本身我哋講哦，你去南橫以前吼，以前是蚵仔邊，然後是竹筍塘。有時候根本都唔係呢度行南橫，呢度係蚵仔邊，好多人去夾成去過來，其實冇人要去啦。好唔係講真實行南橫去這個台東係咧，就是嗰時都變成講一條路嘅發展，其實會帶動到佢附近嗰度鄉鎮嘅一啲復興。嗰時像人當初做入去東高曼斯利亞嘅平台嘅時間。當初最希望達成的目標係乜嘢？當初最希望達成的目標就講，我哋一品牌吼，做得創起來。啊，創起來的目的呢，就一條店家吼聯合起來吼，啊，佢個生意過好一些。啊，生意過好嘅時節，後生人有幾來啊？後生人幾來，一生也有人做啊，嘿。唔錯，其實頭都講到一啲關於創業嘅一啲東西都講，其實我哋從來會希望講年輕人可以過來鄉下，但是你鄉下要工作機會啊。係啊。哦，你看以前當初嘅時節，南橫嘛有行嘅時節，佢夾成一鬧嘢的呀。係啊。真是夾成我哋講不夜城啊，因為南橫嗰度暗不也好，太複雜啦，行來行去，嗰時睇佢夾成暗不也睇佢休息咧，早晨都離行，暗不也都嗰度太複雜時期，其實。嗰度其實夾上係我哋講不夜城，但是後來因為南橫封山以後，夾上馬上人都走喺嗰度。好在剛剛921大地震嘅時節，嘅事情其實佢等於講山區嘅部分真係都我哋講蕭條了很多。哦，嗰時等於講有一啲平台可以用他講嘢，叫他聯合起來，用聯合作戰嘅方式，用
他讲伊可以又重新归来我哋咧动高雄嘅旧气，冇一期又一期又一期嘅特色，连它后来都变成一个归丸子嘛，归导演的一个路行。但是啊，想问一下吼，对什么都更加顺利冇？对2019年开始吼，啊到去年呢又做办了2届嘅发通，啊今年本来要办，因为今年做疫情，冇办法办，好，但是。今年的疫情，俺就看到哈，疫情的时间冇乜人出来了，但是疫情起来咯，全部，国道10號哈，禮拜6、禮拜攏實查，扣個鐵橋啊，他講攏來東高雄了啦，因為他講講來東高雄了，就係講東高雄有幾好的風景，哈，有幾好的自然的樣貌哈，啊，所以讓我幾多年來也了，可是。等那平台開始以後，同時安尼其實因為以前他講引流真的是夠久啦哈，他講引流的報復性出遊，好，其實台灣真的是因為政府會推廣，還有我哋真正人民會配合。可是我哋以前雖然講前一站的真的是過牛突啦，哈，但是後來慢慢的過平衡，可是他講引開始可以個自然的出來，可是幾時節都發現到講，要平台。好，因為出去了一定要先查資訊嘛，哈。可是變成也平台一定幾重要。但是我頭先想到講唔錯噶，嗰個種係戲嘅，好我有上面有安尼資訊嘅，嗰當地嘅導覽人員咯。當地導覽人員哈，我哋去年嘅攀岩發通嘅時間，我就有上到，所以去年嘅攀岩發通嘅時間，我哋就有做導覽人員培訓，好，我哋大概培訓嘅40個導覽人員，有發證明嘅哦，有發證明嘅，好，啊也條證明，也條導覽人員嘅名單哈，我哋高雄嘅旅遊局嘅網站有，好啊，所以。係有興趣，你做得嚟旅遊局網站看吼，啊來請一個導覽人員，啊無就我哋在地嘅導覽有個社團，就係我哋高雄市嘅城鄉導覽協會，好啊，底邊誒成員嘅大部分攏我哋去年嘅辦導覽有來受訓，好啊，也條攏有合格，係。可是第二個講說，你這個對外地來嘅，好，你對入邊東高雄唔多熟嘅，你可以申請一個導覽人員，好，有至少都可以真的是歸食材去了解，也可能講在地嘅歷史文化，好，真係有人去帶啊，吼，比這個我哋講走馬看花，真係感覺到唔同，係冇相同，我好了，我過了解在地嘅文化，過了解在地嘅地方，係。因為我哋好多我哋嘅節目地方有講到講，我讓我去參加也係東高嘛，實力也係一平台嘛，按頭都講有4個評審嘅一個標準嘛。講到服務嘅部分啦，嗬，因為其實我感覺到講，其實有啲店家啊，嗬，伊唔想去服務，伊唔點樣服務，咁一部分嘅訓練唔得有推訓練嘛，我都講有按你課程表嚟講。我們要怎麼去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？有吼，也我哋講一下吼，我哋去年嘅辦也發通嘅時間吼，我哋有講到我哋請2組評審委員，去推做輔導，我哋目前係做輔導，唔係做評鑑，我哋輔導地方咧，我地方做嗰度太好嘅教書，包括。高餐啊、藝術啦，一條餐旅師嘅教書，再來就一隻，再來有社團嘅負責人，專門做實案嘅，我一條線上去推介紹，去推做輔導，一條輔導嘅時間，我就會推廣，也服務應該要用改，所以我哋要做一輔導，再來我哋後來呢，我哋嘅網站，我哋咪有把囤一條資料吼。本一條在地一隻本人啲係，嗰時我哋講資訊係透明嘅，好，同時你這個慢講係評鑑啦，其實係輔導啦，好，輔導意思講你這個看到有些感覺到一定可以去改進嘅東西，好，你必定有一啲至少提供用去改進，好，同時嘛提供更加要求嘅標準太有很用，因為有時這個做久嘅吼，真係我唔提供外面人嘅標準其實。
比如讲秦腔突啦，吼，这种用到的载体的做法啦，吼，其实已经很多时代嘛无到同样的。系啊。咁就最尾我想問一下，你講其實你發展到更加嘛安東人嚟啦，吼。咁對未來咯，你哋未來一個方向係乜咧？我哋未來方向，我哋希望團結到商業去連接起來，因為我哋前2年係咧主要係輔導室咧為主，好啊，再來我哋希望團結再擴大吼，唔係將室咧，包括用嘅，啊服務嘅，好將一到民宿業者弄做得起來。哦，係，個重要。因為安尼樣有辦法團結的服務做全面性的服務。係，你講冇錯，你睇講民宿業者我都想到冇錯，嗰種而家講嘅技術講係我哋營業來費，嗰種用啊講啊要地方安排營業唔拉排了，我係難。本來今年嘅計劃就講團民宿業者拉入來，團也服務團我哋載體嘅。午餐啊，做連接，吼，因為種人今年人就有規劃咧，去民農綁路批咧，吼啊，綁路批咧，我就幫宿舍民宿嘅折價券，啊，冇就去民宿，我就送去綁路批咧，種安尼，我想要安尼推廣，啊，再來民宿咯，也叫起吼民宿。嘛冇算少啦，吼，六龜最有名嘅就係溫泉，吼，波來溫泉、不老溫泉，吼，一條嗰度當做得喝，所以我哋希望大家來啊聊啊，做得起啊喝，啊天熱咧，後邊我頭都講喺綁路批嚟咗，唔天熱去六龜聊，啊天熱咧，你就走成來民農綁路批嚟，唔好按一熱，吼啊對六龜來民農過權，吼啊比。總比對市區許多民農過權，係就按呢計劃係。以前可能常常會講一村哈，有的特色，但是其實時代改變咧，一村一的特色已經冇那擺樣，係吧？啊，把所有的村莊的特色全部聯合放起來，比如他講嘢有一個過多年和過繽紛的一個選擇。今個感謝我哋小姐來到我現場，同我哋分享安東的故事。多謝蘇主任。好啊，大家係對東港灣水旅有興趣嘅，都在上網查詢，我哋有 APP 嘛，有網站，多謝大家。